来的疫情有警报，中南部的警方针对着8大行业扩大临检，讲状况真多，像人客无自满着疫苗加去防掠，走去美丽的楼梯间，也有业者虽然做无确实，也有人无扎迄个疫苗的小黄卡等等，这违规者拢总奉送卫生局来裁罚。提醒乡亲，即摆开始要到8大场所，拢会注满着3剂预防针，而且一定都爱实验剂。像伫咧台南，讲若无实验剂，一定要当处罚。大家好吧，够吧，有啦。听到警察临检，有人客美伫咧楼梯，因为无注满预防针，嘛是扣警察掌着。打完第3剂。来到高雄，警察嘛向临检8大行业防疫进行。有人客对防疫的新规定三无掌，来到舞厅、俱乐部的所在消费，爱注满3剂预防针，该摕黄卡出来。警察和卫生局人员当场宣导。今天下午2点有宣布，今天开始要接种第3剂。才可以进入这些场所。同款三无了门的，各台中人听到爱注满3剂的新规定，看到警察总硬气。和规定到前面临检表要注记。彰化警察嘛针对辖区内特种行业调查，查某员工配合摕黄卡出来。今日讲全国本土病例确诊人数一天就新增加到83例，就惊8大行业出现防疫空棚。中南部的警察嘛拢开始顶进调查。凡是去稽查有没有落实10连制的，一定重罚。一些特定的场合、特定行业的人应该是属于必须的。中南部8大行业防疫大调查，民众违规项目包含无做好实验剂、无扎黄卡、有人无注满第3剂就去消费。提醒民众，伫咧台湾疫情无分南北，千万唔通急放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